老鹰展翅掠食的姿态该是什么模样？大了它会做一个很大的，然后那个脚就是做生意人他要做的。还要抓住的那个，对，一双手留住动物精彩生命的瞬间，尤腾祥制作标本的功力有家学渊源。整个现在坊间在做，就是我爸做精神最好，他对动物的那个特性他很清楚。像我是跟着他学的时候，早期啊，一个动物这样做出来啊，你看，他只要一弯一抓这个形，他只要塞一点棉花进去，它形状就出来了，肌肉就出来了。那我们比较没有那个，刚开始比较不懂，你塞半天塞不出来。观赏者对栩栩如生的标本啧啧称奇，也能想象终日与动物尸体为伍，得不怕脏、不怕臭、不怕潜藏病菌，需要何等勇气？饲养人当然他养了鸟，他觉得他很有感情，他死的时候他会很想做成他原来的标本。你懂的人就是把它用报纸或者用油纸袋把它包好，摆在冷冻库。受托制作的标本得剥皮，去除碎肉油脂，浸泡药水做假体，缝皮再整形，费时耗工，能巧妙抓住神韵的制作者并不多。偶尔尤腾祥得帮别人的作品善后。好，所以这个标本就是你要重新帮他整理。东西坏掉了。东西坏了，做的天数账吗？做对了。我说可以帮忙修吗？没问题啊。没问题，当然可以。包括动物园和民间机构都把死亡的珍奇动物特地送来做成标本保存。专注本分的尤腾祥称职扮演动物的礼仪师，在标本世界里传承使命。很多时候人都想留下些什么，制作动物标本无非是不想失去曾经的相遇和那份感情。董事快睇嚟，做的天數賬目。董事快睇嚟，做的天數賬目。